你知道吗？就是我，上次跟你一起拍完视频之后，就回到家，什么事情也做不好，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，就超级烦的。那冷静。冷静不下来，因为我所有想到的方法跟答案全是你。艾薇，你可以帮我个忙吗？就是，我想让你跟我一起，跟我朋友去证明一下这个世界上有仙女的存在。走啊！哎，我们今天又见面了，太有缘了。那我问你个问题呗，就是你知道那个成语安史之乱吧？知道。那你快速读3遍。安史之乱，安史之乱，安史之乱。安史之乱，那你把那个后边2个字改成蜘蛛。你是蜘蛛，你是蜘蛛，你是蜘蛛。没有套路的。那我再问你个问题吧。那你知道我的皮肤为什么要没有你的皮肤白吗？为什么这么黑吗？这个我知道，你想暗中保护我。不对，我告诉你正确，是撒拉嘿。你一个人逛街吗？对啊。就我问你一下，你觉得人身上的哪个部位比较重要？我觉得是眼睛。眼睛？为什么？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呀。心灵窗户不，我觉得眼睛之所以重要，是因为我的眼睛里边有你。艾薇，你可以帮我个忙吗？就我想跟我朋友去证明一下，这个世界上有仙女的存在。仙女？对，你就是小仙女啊。可以吗？可以啊。你别笑。我要这样抱。Hello， 美女，嗨，亲吻一下。哇，你好可爱啊！就我问你一下，你是不是特别喜欢养宠物啊？喜欢啊，我特别宠我家猫。宠你家猫？那你猜我喜欢宠什么？什么呀？我喜欢宠你啊。夜里做了美丽的梦，想清醒，我却抵不过心动。梦里。艾美，就我们今天第一次见面，能不能留下一点回忆啊？干嘛？遇见，遇见是代表遇见吗？亲爱的，你是危险的迷宫，我找不到出口。You took my heart away.